立秋節氣一到，天地氣場大洗牌，屬牛、屬猴、屬龍呢3個生肖嘅朋友即刻苦盡甘來，迎嚟10年一遇嘅暴富大翻身。如果你或者你嘅屋企人係呢3個生肖，玲玲姐先喺呢度同你講聲恭喜恭喜！如果你唔係呢3個生肖，都千萬唔好劃走。因為影片後半段我會免費教大家一套全民通用嘅立秋接金催財風水陣，無論你係咩生肖，只要跟住做一樣可以強行扭轉乾坤。下半年豬籠入水，橫財就手，我哋唔講廢話，即刻開門見山，第一時間為大家深度拆解呢3個喺立秋之後命運大反轉、財富大開嘅幸運生肖。第一個立秋後注定迎來10年大運、資產暴增嘅生肖，屬牛嘅朋友，你哋自己捫心自問，今年上半年甚至係你前大半生，係咪過得真係好委屈、好辛苦？你哋天生性格踏實，責任心極重，做人做事從來唔識得投機取巧，永遠都係最勤力、最捱得嗰個。喺屋企你做牛做馬，大小事務一腳踢，幫屋企人背負責任，幫兄弟姊妹填坑。喺公司你做嘢最落力，加班加到最夜，但係每逢遇到升職加薪或者分好處嘅時候，功勞永遠被嗰啲識得賣口乖拍馬屁嘅小人搶走。你心入面有苦自己知，甚至有時候會懷疑自己係咪天生勞碌命，注定要為人作嫁衣裳。特別係今年上半年，春夏兩季火氣旺盛，火燒旺土，屬牛嘅人就好似一塊被烈日暴曬到乾裂嘅泥地咁，生機全無，做嘢吃力不討好，錢財左手入右手出。屬牛嘅朋友，玲玲姐今日要好認真咁同你講，你哋嘅眼淚同汗水絕對冇白流。立秋一過，金氣大旺，喺5行生克入面，土能生金，而牛正正就係屬土。你前大半生默默耕耘種落嘅因，你食過嘅胎懷過嘅苦，喺立秋之後會全部發生質嘅飛躍，變成閃閃發光嘅真金白銀。呢個絕對唔係短暫嘅好運，而係你人生真正黃金10年嘅開端。屬牛人嘅晚年暴富，靠嘅絕對唔係繼續出賣勞力去賺辛苦錢，而是靠你嘅資產越滾越大，同埋極強嘅守財能力。立秋之後，屬牛嘅朋友喺事業同財運上會有3大具體突破。第一，以前買落覺得冇咩起色嘅物業或者長線投資，會突然之間迎來大幅度嘅升值，甚至有意外嘅拆遷收租或者解凍資金。第二，身邊會出現極具實力嘅貴人，可能係你以前嘅舊同事、舊上司，或者係一位深藏不露嘅長輩，指引你參與一些穩賺不賠嘅項目。你嘅財富增值模式會由加法變成乘法。第三，職場上一直壓制你嘅小人會自動離職或者失勢，管理層會終於睇到你嘅踏實同能力，直接將核心項目同權力交俾你，加薪幅度會令你驚喜。更加令人欣慰嘅係，你年輕時嗰種堅韌不拔嘅身教，深深影響咗你嘅仔女。立秋之後，你嘅仔女會突然全面開㗎，自意發達，佢哋會用最豐厚嘅物質條件嚟回報你，每個月俾大筆家用你享福，買大屋請你去住。屬牛嘅朋友，你哋嘅辛苦終於捱到頭啦！屬牛人立秋獨家開運小妙招，下半年多穿米黃色、暖黃色或者咖啡色嘅衣服，辦公桌或者客廳嘅正黃方擺放一小盆黃水晶樹，可以進一步催旺土生金嘅磁場。想喺下半年貼底大翻身嘅屬牛朋友，即刻喺評論區打出土生金大發財，伸出雙手接實屬於你嘅10年黃金大運。第二個喺立秋之後運勢貼底大反轉，催馬逢金，動中發大財嘅生肖，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人天生聰明絕頂，腦筋轉得極快，交際手腕靈活。
平時總係有好多年揾錢嘅好計仔，但係今年上半年你哋係咪覺得自己好似被困喺一個透明嘅玻璃樽入面咁？明明睇到出面大把機會、大把世界，但就係衝唔出去，因為上半年火旺，火正正係克金嘅，而屬猴五行屬金，你被大火死壓制住，有志難伸，你滿腦子揾錢大計。但係一實行起嚟就處處碰壁，資金周轉唔過嚟，合作拍檔臨時縮沙，最慘嘅係身邊突然多咗好多笑面虎同小人，當面當你係寶，背後背叛你，搞到你無端端破財兼受氣，心情跌落谷底。屬猴嘅朋友，你哋準備好開香慶祝未立秋，一到秋天正正係屬金嘅季節，亦即係話立秋之後嘅天地氣場完全進入咗你屬猴嘅絕對主場，壓制住你嘅火氣，被秋風一掃而空。你身上嘅金氣光芒萬丈，最犀利嘅係立秋之後，你嘅命宮會飛入一粒勁到爆炸嘅催馬星。催馬星遇上金秋，喺命理上叫做動中生財，越動越旺。下半年屬猴嘅朋友有三大轉運關鍵要抓緊。第一，千祈唔好再安分守己咁匿喺屋企，或者留在原來的舒適圈。只要有新嘅合作機會，有跨界嘅商業邀請，甚至係外地嘅發展機會、出差旅遊，你一定要大膽去試。你嘅財富全部喺遠方，全部喺變動之中。第二，你嘅直覺會變得極度敏捷。無論係傾生意定係做投資，你都可以一擊即中。之前卡住嘅合約同資金會快速盤活。第三，你嘅偏財運會迎來排山倒海嘅爆發，可能係一筆極大嘅佣金、項目分紅，或者係股票市場上嘅巨大斬獲，甚至連買張彩票都有意外驚喜。呢10年嘅大運會令你從一個處處受制嘅普通人，一躍成為整個家族裏面最有實力嘅大財主。以前睇唔起你嘅小人會自動退散，甚至掉轉頭嚟巴結你。屬猴人立秋獨家開運小妙招：下半年出門可以隨身帶一條白色或者金色嘅手鏈，或者喺手袋入面放一塊白水晶，多向北方同西方走動，越動財氣越旺。屬猴嘅朋友，屬於你嘅王者季節已經降臨，即刻喺下面打出催馬星，動橫財就手，將所有小人踢走，迎接你嘅發達大貴人。第三個，喺立秋之後財富鐵底大開，權財兩得，晚年威風八面嘅生肖。屬龍嘅朋友，屬龍嘅人天生自尊心強，有領導才能，心懷大志，永遠都想做到最好，將最好嘅一面展現俾人睇。但係上半年咧，屬龍嘅朋友，你哋心入面嘅壓力有幾大，真係只有你自己先知。好多屬龍嘅人上半年經歷咗人生嘅低谷，可能係事業上被上司無理打壓，可能係自己搞生意面臨資金鏈斷裂嘅危機。但因為你愛面子，喺屋企人同朋友面前依然死頂，扮到若無其事，其實內心焦慮到晚晚失眠，覺得自己就好似一條困喺淺水入面嘅龍，完全發揮唔到威力，甚至有種被世界遺棄嘅無力感。屬龍嘅朋友，請你即刻抬起頭，挺起胸膛，因為立秋之後，你嘅命運即將迎來翻天覆地嘅大翻身。喺12地支入面，龍叫做神，神係咩啊？神係巨大嘅水庫，亦都係最強大嘅財富。上半年火太旺，將你水庫入面嘅水燒乾燒淨，你當然冇錢。但立秋一過，金氣大旺，五行入面金係能生水嘅，天地間源源不絕嘅金氣會化作滔滔不絕嘅金水，瘋狂咁注入。你已經乾涸咗半年嘅財富入面，你個財富會瞬間被注滿，甚至滿到站出嚟。立秋之後，屬龍嘅朋友會迎來三大權財變革。第一，尊嚴同地位全面回歸。如果係打工或者做管理層嘅，你會遇到極大嘅伯樂提拔你，連升幾級，手握重權，喺公司呼風喚雨。第二，做生意嘅屬龍人，訂單會好似雪花咁飛埋嚟。以前對你愛理不理嘅大客會主動揾你合作。
甚至主動提高預算。第三，正財穩如泰山，偏財更加係源源不絕。你晚年唔單止完全唔有錢使，仲可以留低一大筆極度豐厚嘅家產俾你嘅子孫後代。你在家族入面嘅話事權會升到最高，所有人都睇你面色，聽你指揮。屬龍人立秋，獨家開運小妙招。下半年喺辦公桌或者客廳嘅西北方杆位擺放一杯乾淨嘅清水，裏面放一顆黑色或者藍色嘅水晶，代表今生水旺，能迅速激發水庫財氣。屬龍嘅朋友潛龍終於升天，即刻喺留言區大聲打出財富大開，富貴逼人，接住你下半生無可撼動嘅無敵福氣同地位。寶運生肖特別提醒屬豬與屬狗嘅朋友。講完前三個核心生肖，玲玲姐要特別點名屬豬同屬狗嘅朋友，你哋上半年係咪覺得人債關係特別累，幫咗人反而被人在背後講閒話，或者借咗錢俾朋友討唔返？唔使擔心，立秋之後屬豬亥水得抽金相生，水木清華，貴人運會瞬間爆發，之前欠你錢嘅人會主動還錢。職場上會有長輩貴人幫你撐腰。屬狗戌土與抽金呼應，代表厚土藏金，下半年會有隱秘嘅偏財進帳，例如股票解套、副業大賺。屬豬同屬狗嘅朋友，即刻喺留言區打出貴人到，來和氣生財，鎖定你哋下半年嘅和吟財氣。講完生肖，我相信好多年冇講中生肖嘅朋友，心入面一定有啲心急，甚至有少少失落，諗住死啦！我唔係上面呢幾個生肖，咁我下半年係咪注定無運行？要繼續捱窮受苦啊！大家千萬唔好走開，更加唔好灰心。玲玲姐一早講過，風水命理最講求嘅係順應天時，立秋係整個地球磁場同氣場嘅大洗牌。大自然嘅因住係公平嘅，大自然就像一個巨大嘅果園，秋天到了，果實成熟了，任何人只要識得伸出手去摘，只要識得借用呢個時機去佈局，都可以強行扭轉乾坤，將財神爺請入屋。我哋先嚟搞清楚點解上半年大家會覺得咁累，因為喺五行運轉入面，上半年嘅木火太過失熱，代表急躁，代表消耗，代表蒸發，所以上半年好多人情緒容易失控，脾氣暴躁，做決定容易衝動，錢財花得特別快，身體亦容易出現心火旺、失眠、皮膚過敏等問題，呢啲全部都係火多金融嘅表現。而立秋係24節氣入面第14個節氣，亦係秋天嘅第一個節氣。立秋嘅立係開始，秋係和局成熟。喺呢個時刻，天地間嘅陰陽義氣開始交替，陽氣漸收，陰氣漸漲。五行由火轉為金，金代表咩？金代表收，吉格代表堅固，代表理性，代表財富。所以立秋之後，人嘅情緒會自然平復落嚟，頭腦會變得更加冷靜清醒，商業決策會更加精準，之前失控嘅局面會得到控制，蒸發咗嘅財氣會開始重新凝聚。呢個就係天道循環嘅規律，你根本唔需要焦慮，因為好運嘅輪盤已經轉到你金秋呢一步。為了順利接住呢股金秋旺氣，喺立秋前後嘅黃金3日，玲玲姐教大家避開3個選財坑，做啱3件接財事，3項立秋選財坑千祈不要做。一切忌發脾氣同講嗨氣話，抽金主收散，最忌火氣衝撞。立秋當日如果吵架發怒，會直接燒毀剛到門口嘅財氣，導致下半年是非請身。2. 切忌借錢出去或做擔保金器剛入屋，根基未穩，轉手把錢借出，代表下半年財富空虛，錢財有去無回。3. 切忌頻繁喊窮，與抱怨語言是有磁場嘅。立秋喊窮，等於向宇宙下咗一個我很窮嘅訂單，下半年財神爺想幫你都無從入手。3項立秋接財事順手即可做： 1. 買金黃色水果回家。
立秋當天去街市買個金針針嘅沙田柚、黃金芒果或者黃澄澄嘅橙返屋企擺喺客廳，寓意金銀滿屋、果實累累。2. 入門前拍灰淨身，出街返屋企喺大門口拍衣服鞋底嘅灰塵再入屋，代表將上半年嘅塵土與衰氣擋喺門外。淨身入宅。3. 全家吃一頓溫暖熱飯。立秋夜晚全家人聚喺一齊食餐熱騰騰嘅飯，最好有湯有肉。喺風水上呢個叫做貼秋膘，亦叫做聚人氣。人氣旺，陽氣就旺，財氣自然。跟住嚟講完節氣邏輯，接落嚟玲玲姐就要免費教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一招極度靈驗，專門針對立秋轉運嘅8白聚金水局。無論你係咩生肖，無論你今年幾多歲，只要你跟住以下嘅步驟喺屋企佈好呢個陣，包保你全家下半年橫財就手，豬籠入水。1. 陣法原理與方位確定，立秋之後金氣最強大最旺盛嘅方位就落在你屋企嘅正西方同埋西北方。正西方係喺九宮飛星同八卦入面代表少女口才社交，亦代表偏財同橫財。西北方乾卦代表男主人家長善意權力，亦代表正財同怪人。呢兩個方位喺下半年就係你屋企嘅超級聚寶盤。明早一早起身，你第一件事就係拿出手機指南針，企喺客廳中間，找出正西方同西北方呢兩個角落，你即刻去檢查。如果呢兩個方位堆滿咗垃圾桶、雜物、舊報紙、爛鞋或者發及嘅嘢，即刻同我清走晒。佢打掃得乾乾淨淨、明明亮亮，特別禁忌金最怕火。你絕對唔可以喺正西方同西北方擺放任何大紅色、大紫色、大橙色嘅物品，更加唔可以擺電暖爐、微波爐、香薰、蠟燭或者一直着住嘅大紅燈，因為火會克金，會將你屋企啱啱凝聚嘅財氣散得一乾二淨。2. 8白聚金水局擺設布置，清乾淨方位之後，我哋開始準備佈陣嘅道具。全部都係日常生活中好容易揾到嘅物品。第一步，準備容器，去揾一個乾淨嘅白瓷碗或者一個透明嘅玻璃碗。點解要用白色或者透明？因為白色喺五行屬金，透明代表水，金水相生，最能滋養財氣。切記唔好用塑膠碗或者破損骨花嘅碗。第二步，準備硬幣，喺碗入面放入8個1蚊硬幣。或者如果有條件嘅朋友，可以放8個乾淨嘅古銅錢或者五帝錢。點解要放8個？因為8代表8白大財星，係當旺嘅超級吉星。而硬幣同銅錢本身就係金屬，代表真金白銀，金氣聚集。細節講究，硬幣一定要事先用清水同粗鹽洗得乾乾淨淨、亮亮晶晶。烤糟發黑嘅硬幣會帶有雜氣，乾淨嘅硬幣先能聚乾淨嘅財氣。第3步，注入清水，喺裝有8個硬幣嘅碗入面，注入8分碗嘅乾淨清水，最好係精硬水或者間泉水。水代表財金生水，硬幣喺水入面就形成了標準嘅金水相生、財源滾滾之象。第4步，安放陣法，將呢碗8白聚金水穩穩陣陣咁擺喺屋企正西方或者西北方嘅高處，例如櫃頂、書椅面或者客廳隔斷椅面上。位置要求一定要擺喺乾淨穩固嘅高處，唔好擺喺地下垃圾桶旁邊或者廁所門口，污野之氣會沖散財氣，亦都唔好擺喺人來人往容易碰到嘅地方。風水講求財富要穩，一倒財氣就散。3. 最佳擺陣時間與日後維護。最佳時間傳統嚟講，最好就係立秋當日嘅申時，即下午3點到5點。呢個時辰屬金，金氣最盛，擺陣接財效果最強。如果當日要返工冇時間，立秋前後3日之內嘅申時擺好都得，越早擺接財越快，日後維護。每隔7日左右去睇下碗入面嘅水，如果水變少咗或者變毒咗，及時換上乾淨嘅清水，硬幣可以沖乾淨再放返千萬，唔好擺咗之後就完全唔理。
如果水乾咗，積滿灰塵，聚財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數量限制，一個方位擺一個碗就夠，千祈唔好貪心擺滿屋。風水講求精準同氣場純正，擺太多反而氣場雜亂，財氣聚唔埋。只要你在立秋前後佈好呢個陣，個白瓷碗同硬幣水就會好似一個超級強大嘅財富磁鐵咁。日日夜夜不間斷，咁幫你將天地間游離嘅金氣同財氣全部及你屋企。屬補充，家居與辦公室精緻開運法，除呢日800聚金水局，玲玲姐再加碼教大家3招精緻實用嘅小風水，幫你全方位提升下半年嘅運勢。第一招，客廳東南方擺放寬葉綠植，東南方喺風水上係進位，代表風，代表名氣同文昌。喺客廳東南方擺放一盆生機勃勃嘅發財樹、金錢樹或者萬年青，可以用植物嘅生機帶動整間屋嘅氣場流動。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產生氧氣，能有效去除夏季殘留嘅悶氣與濕氣。記住，一旦出現黃味，要立刻剪掉。第二招，廚房煮水蒸氣暖屋法。廚房係屋企嘅財富，灶頭代表火源同溫暖。立秋之後，每隔幾天喺廚房用茶十煮一煲開水，煮開後打開蓋少少，讓水蒸氣喺廚房同客廳蔓延。加2片生同檸檬片進去，蒸氣帶有淡淡香味，喺風水上代表蒸蒸日上，財氣滾滾，能迅速去除屋企嘅寒濕之氣。第三招，辦公桌左手邊青龍加濕水陣，職場上想化解小人招貴人，辦公桌風水至關重要。左手邊係青龍位，代表貴人同事業，喺辦公桌左手邊擺放一杯水。或者一個小型嘅水流加濕器，水流升騰代表青龍得水，能讓氣喺處理複雜工作時保持冷靜，小人不敢靠近，上司貴人對你刮目相看。各位朋友，風水命理唔係迷信，佢係一套教我哋點樣順應大自然磁場退吉避凶嘅天地法則。立秋嘅氣場轉換1年只有一次，錯過咗就要再等1年。你前大半生食過嘅苦受過嘅累上天，全部都睇到晒記喺數。只要你保持善良，唔好放棄，把握住每一次轉運嘅契機，你絕對配得上晚年最頂級嘅富貴同安穩。我強烈建議你睇完呢條影片之後，千萬唔好自私，淨係自己知，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分享按鈕。將呢條充滿轉機同希望嘅影片轉發去你哋嘅家族群度，或者直接發送俾你最關心嘅屋企人、伴侶同埋仔女睇，提醒佢哋立秋就快到，叫佢哋把握呢個大翻身嘅黃金機會，教佢哋佈置好個催財陣。你教人發財，幫屋企人提吉避凶，呢份無私嘅善意，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玄學最講求種善因得善，如果你分享福報，宇宙一定會將雙倍甚至10倍嘅好運同財富回報喺你同你家人身上，為你家族積累深厚嘅陰德。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玄學原理解識得夠清楚，給出嘅風水佈局真係實用，而且幫到你驅除內心嘅迷惘，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冧凳，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智慧嘅大家庭。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節氣轉換、星象變動，或者有更多保命催財嘅風水秘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保證你在未來嘅日子裏面行少好多冤枉路，步步高升，遠離小人，財運亨通。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無論你係咪頭先講中嗰幾個生肖，都請你在評論區用最堅定、最渴望改變現狀嘅心打出立秋大翻身10年橫財運呢10個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最強烈訂單，亦都係你正式迎接10年大運嘅第一步。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
將最強大、最純潔嘅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祝願大家立秋過後及運全消，財神自動入屋，正財偏財齊齊爆發，賺到盆滿缽滿，晚年享盡清福，一家人齊齊整整，健健康康。多謝大家嘅耐性收聽同支持，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揭開更多命理天機，祝大家事事順利，下次見。